来看高雄有民众检举讲，这昨呢高雄爱河水贵的变做是铺设，这高雄市环保局派人去稽查，所发现讲这个建商已经是第二摆违规啊。这摆呢，这环保局也准备要按照水务法加重裁罚，相关会当罚到300万。 环保局的稽查画面翕到白色落落的水不断流向爱河水头。21下晡，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，讲仁武地区的爱河水头若像有人偷排废水。稽查人员到场发现，池边的工地无将拖沙水处理好势，故在其放水流直接流入爱河。环保局讲，虽然目前初步检测水质无发现异常，不过因调查发现，这个建商伫去年9月份也捌偷排废水，去互环保局罚3万。这摆搁再犯，因会加重裁罚，相关会当罚300万。 产生泥水未经妥善收集处理，一流污染爱河上游北污排水，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，除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外，并要求立即停止排放。 对去年6月开始到今，仁武这个所在已经相续发生3件偷排建筑废水污染爱河的事件。附近居民讲，这几年建案一个接一个起，进前捌听讲有工地偷排废水，一定带狗仔来这散步，嘛捌亲目睭看到白色、黄色的废水排入去爱河，互伊真烦恼，会对生态造成影响。我住遮4栋外，大概有建案吼，拢有迄排放废水的问题啊，白色、黄色拢有。 鱼仔是无变啊，但是之前有看到迄乌龟类的，乌龟类的即马嘛较少啊。因为附近也有未少建案得起，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事件搁发生，环保局强调，除了派人加强稽查以外，卖增减湿器进行追实监控，呼吁业者废水的处理爱照起工作，千万唔通贪方便就乌白母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仓报道。